啊，这个最近北中南的都会区治安拢来倒红灯，尤其是夜店甲酒店，拢是一大群人相拍相抬，袂输无政府的共款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话咯，讲这个特种行业的店门口，若阁发生相拍的事件，就要甲地方的警察局长换掉。 这阵乌衣人跳上车，棍仔举咧，对这个轿车一直喊，这个人拢是酒店的员工。连白火器拢变成武器，乌白卡10外酒客甲工作人员咧拍来拍去，3、4员警控制袂牢，赶紧叫支援。顶个月台中酒店的门口发生相拍代志，治安倒红灯。即马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，伊讲特种店的门口若阁有人冤家相拍，就将地方的警察首长甲换掉。如果是没有尽责去处理什么，那当然就要负全部责任啊。所以院长这样子讲是没有错的。 展现拼治安的决心，要求对摊除的代志强烈的整治。其实摊除的代志发生后，海口警方都已经安排警力积极巡逻临检，就惊讲会阁发生意外。准备好你的随身物品以及你的证件。苏贞昌亲身主持治安汇报，就是希望讲，好民众有感觉，好特种行业毋若无毒品，嘛不准有摊除的代志发生，嘛希望讲会使司法加重行政。 基层的员警嘛认为，徛在警方立场，当然要严格执法，不过总是袂使一直替业者徛卫兵，安尼干来加重因的负担。